其實要交乜嘢文件？好多文件都份文件。申請好複雜 ，upload 搞到一頭煙。申請永居同煮餸一樣，分門別類，事半功倍。大家好，我係梁子玲，我已經正式由 BNO Visa 變成 Settled 永久居留啦。冇快證，冇 B2，scan 手指模到 Settled， 用咗12日。今集除咗想同大家分享喜悅之外，都想分享我做咗啲咩，令到申請一擊即中。希望嚟緊申請嘅朋友同樣順順利利。移民路上係用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一直守護我哋嘅網絡安全。越嚟越多網絡間諜、黑客攻擊嘅新聞，佢哋嘅目標可能係盜取信用卡資料、login 密碼、偷睇私人對話等等。連接 Surfshark VPN 將我嘅 IP 位置轉移去其他國家，仲有輪換 IP 功能，每隔幾分鐘 IP 位置變一變，幫我喺網絡隱形，唔好被追蹤我嘅人得逞。中意去旅行？例如 book 酒店，同一間房喺唔同國家顯示出唔同價錢，用咗 Surfshark 輕鬆格價，用最低嘅價錢 book 到心水嘅酒店。超過4500個伺服器分佈全球超過140個地區，只要申請一個賬戶，同時保護電腦、電話、電視、手錶同埋全家人無限 device 都受保護。而家去我嘅獨家連結 surfshark.com/bpcooking， 輸入埋我嘅獨家優惠字 bpcooking， 即可獲得額外4個月使用期限。upload 私人資料嗰陣，記得加倍小心網絡安全啊！根據英國內政部截至2025年嘅數據 ，total 有24萬人申請 BNO 簽證，當中23萬人獲批，17萬人到達英國。我就係喺呢段時間申請。目前申請 BNO Visa 嘅資格擴大到1997年之後出世嘅18歲以上人士，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有 BNO 都可以獨立申請。我嘅申請總共用咗7個步驟。今日係2025年5月24號星期六，我而家出發考我嘅拉便嘅 UK test 啦。2星期前喺網上預約，考試之前佢有 send 封 email， 又有條 video 提我記得帶啲乜嘢。考完啦，好擔心自己唔合格。24題比我平時練習難好多。考完10分鐘收到 email 知成績。點解而家 check 㗎？我覺得我唔合格機會好大啊！如果唔合格係可以無限考，俾多50磅。我唔算冇温書，都做咗20分練習。10幾題靠温咗書知道嘅歷史或者去旅行知道嘅文化，有3題係4個答案都唔知咩嚟，50-50咁樣估。我而家 check 成績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reached the level， 合格咗，搞掂，咩都唔識都合格。一路考一路覺得自己會唔合格，睇唔到自己啱幾多題，24題錯多過6題就會唔合格，咁我即係錯少過6題啦，開心又過一關啦。第2關 B1 英文水平要求。申請永久居留嘅英文能力要求到底係 B1 定係 B2？ 答案係 B1。移民及公民事務大臣喺3月16號 confirm， 現時 B1 英文水平要求維持不變。因為我喺英國讀過書，所以唔使額外再考 B1， 只要 upload 英國大學嘅畢業證書就搞掂呢一關啦。正在讀英國大學的學生需要考英文試嗎？因為根據政府網站嘅講法，英文程度需要考取咗證書先得到認可，所以未畢業嘅話，可能要畢咗業先唔使額外考 B1。建議詳情去內政部呢一版睇睇。戲肉嚟啦，填寫申請表。雖然我合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最早嘅日子係2026年2月，但
但係早喺舊年10月，我已經開始填表。我喺呢段日子放工得閒，有時間就填少少，遇到唔識填嘅地方就先 save 低，揾清楚資料，先再登入繼續填。因為喺正式交錢之前，填過嘅資料仍然可以改，所以咁樣每次填少少，我覺得壓力冇咁大。呢一關我填得最耐嘅係出入境記錄呢一版。出入境記錄要填3項資料：去過咩國家、幾時離境、幾時入境。我開咗個 Excel 表，分咗3行，然後喺 email 揾返呢5年嚟離開英國嘅機票、火車飛或者船飛嘅記錄，填完晒，最後根據 passport 入邊每次出入境嘅 chop 對返 Excel 表嘅年月日 ，make sure 資料一致。如果有機會俾我再做一次，我會早喺5年前開始呢個表，每次離開英國就記錄。呢個階段淨係填資料，唔使 upload 任何文件住。幾時先正式申請呢？住滿5年呢一日嘅28日之前係最早可以申請嗰日。我喺 BNO Visa 到期之前28日呢段時間嘅呢一日正式遞表，俾錢過數。收到最熱門嘅問題就係點樣申請快證。我去到 Pay 嗰版嗰陣冇出現快證呢個 option。網頁直接顯示申請費用3029磅，審批時間通常喺6個月內。根據政府網站，快證需要額外加多500磅，審批時間5日之內，加埋本身嘅申請費 ，total 3529磅。而喺2026年4月8號之後申請費會加價到3226磅，快證就仲係500磅。當時我冇考慮快證，因為我半年之內冇需要離境，所以就算申請需要耐啲時間都冇問題。申請之後收到結果之前唔可以離開英國。我冇申請快證，最壞打算係去到8月唔可以離開英國，我自己都 OK，於是我就冇去研究快證。交咗錢之後，網站列出一張屬於我嘅 document checklist， 列出咗我需要 upload 啲咩文件。Total 有7個格仔，我需要喺 scan 手指模之前完成 upload。然後 book biometric appointment， 我 book 咗最快而免費嘅時間，下個禮拜5嘅朝早9點半。book 完 appointment， 我即刻收到 confirmation email， 入邊除咗有個 QR code， 仲提醒我記得帶 passport。終點在望啦！終於輪到 upload 文件嘅階段，喺成功 create 咗 account 之後，我就可以 upload 文件。我需要喺 biometric appointment 之前 upload 晒所有文件。開返張 document checklist 出嚟，我需要上載7類文件，對住 checklist 逐格 KO。第一樣，我本 BNO passport。我全部文件都係用 iPhone Notes， 喺 iPhone 打開 Notes， 撳呢個萬字夾公仔，揀 Scan Documents， 對住想 scan 嘅文件，撳掣，再 scan 第2頁、第3頁，直至 scan 完，最後撳右上角嘅剔號，就成為咗一個文件。如果選擇用電腦 upload 文件嘅話，再撳呢一個箭嘴，就可以 send 去一個方便我喺電腦開嘅地方。成功 scan 完第一份，使唔使 group 埋啲文件呢？我自己覺得逐份 upload 又得 ，group 埋一齊 upload 都得。最緊要係 file name 寫清楚文件內容，因為當 upload 嗰陣，如果 file size 超過7 MB 會 upload 唔到，所以當我將文件 group 埋一次個 scan 之後，file size 過大嘅話，我就分開2次 scan， 分開2個 files upload。啲 file 叫咩名好呢？
雖然根據政府網站嘅例子，簡單叫 Bank Statement 2019已經 OK， 但係因為想自己清晰啲 ，make sure 冇嘢 upload 漏同埋方便到其他人，所以我將 file 嘅名改到更加詳細。例如我將第一個格仔 BNO Passport 嘅文件名改做01，照用翻 checklist 嘅字眼 copy and paste 過去。又例如我用 NHS 嘅信作為居住證明，係貨對應第5個格仔，我就將佢改名為05 ，copy and paste 呢一句，再寫明 NHS letters， 清楚對應翻 checklist 嘅每一格。有冇上載過生活照呢？我冇上載過生活照嘅。另外，網站俾咗3份授權聲明，同意英國內政部查證提供嘅個人資料。因為我冇聯名戶口，所以我淨係簽咗第1份。我 total upload 咗24個 files， 對應咗 checklist 要求我上載嘅7類文件。我嘅 appointment 係朝早9點半，我根據 email 嘅指示，準時15分鐘之前到達。我喺 lobby 等咗一陣，職員指示我入咗一間房仔，入面有2張台，我坐低咗喺其中一張，同職員 show 咗我嘅 QR code， 答咗2條有關個人資料嘅問題，核對身份，跟住職員 scan 咗我本 passport， 最後影相加 scan 手指模，全程15分鐘搞掂，完全冇俾額外嘅費用。9點25分，搞掂晒就得啦。3分鐘後，我收到 email confirm 資料收集完成，我永久居留嘅申請正式發出。email 入面仲話喺指定審批嘅時間之內，唔需要查詢進度。要做嘅嘢做晒啦，我靜靜地等待消息。12日之後，我收到 email。就係咁，我由 BNO Visa 正式變成 Settle 永久居留啦。雖然網上已經有好多有關申請 Settlement 嘅資料，但係我仍然建議認真睇清楚英國政府官方網站嘅一字一句。原因係無論其他人點講，包括我，官方內容先係唯一可信嘅資料。自己親身睇過一次，申請嘅信心都會大好多。我將參考過嘅網站寫咗喺 description box， 希望幫到手啦。下一步，入籍。申請之前嘅12個月唔可以離開英國超過90日，要有 intention 入籍之後繼續住喺英國，要有2名合資格嘅推薦人等等。我申請過英國嘅 Study Visa、Working Holiday Visa、BNO Visa。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我拍片講多啲申請英國簽證嘅過程，歡迎留言留低問題。夠數嘅話，我又可以拍多一集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啦。6年前嘅今日，呢個世界上仲未有 BNO Visa， 仍然有蘋果日報。嗰陣 lockdown 緊，我自己一個人孭住超多器材，以只想旅行駐場博客嘅身份出倫敦訪問英國人。I've seen the violent meeting of protests in Hong Kong. Sounds like they've got rights to be here. I fully support it, I think.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加油！冇幾耐之後 ，BNO 簽證推出，我用 BNO Visa 留喺英國嘅同時，繼續拍片分享自己喺英國創業、揾工、租屋、考證書嘅過程，然後開始拍就地取材。好多你哋嘅故事都係我繼續拍每一集嘅動力。好多次想放棄嗰陣，收到你哋嘅 message。Hello 子玲，我哋一家喺香港已經開始睇你啲片。Hello 子玲，而家嚟咗英國，第2個女女出世啦。5+1行到今日，終於攞到永久居留權，多得大家一路陪住我行咗咁遠咁遠。
如果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仍然對申請有問題，留言我哋一齊討論下。想支持我哋嘅製作，歡迎加入成為會員，或者試下右下角嘅超級感謝功能，亦可以 share 俾多啲親戚朋友睇，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